坐稳两车站接煞会烧，警察追查一个72岁阿伯涉案，讲想要定情抗议，引起关注，才会烧草放火。寒流影响愈暗愈寒，中央气象署表示讲，国家明仔透早北部到宜兰上寒干那5度至10度。日本最近预计大选民调预测执政联盟有机会做国会，绝对稳定的多数。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曹鑫。台北新闻今日伫咧台南森林公园站甲县道西站接煞火烧，警察追查掠人是一个72岁阿伯涉案。也即个阿伯讲伊是想要定情抗议，引起关注，才会烧草放火。也规个事件是加载，无人伤亡。监视器画面因看到伫阿吉堡啊，穿浅色外套查甫人挂大包小包行出查甫便所了无偌久，有民众赶紧走出来，台北这份无平静，车被早起11点外大安森林公园站，互人放火，是要到2点钟了后，仙岛西站也连续发生火警，引起一个72岁老先生烧草啊，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来，不要动。你证件有带吗？警方赶紧追查，掠到涉嫌放火72岁姓陈的老先生，佮发现伊犯案了后，佮去代替大楼内底放4封定情批。初步询问了后，伊讲想要定情抗议，引起关注。详细犯案动机按个调查。初步调查，那嫌犯一人没有其他共犯。那他今天所携带的纵火的一个物品，即是打火机跟稻草，单纯的就是在台中陈情没有接受到各界的一个重视，他问题没有被解决。他认为台北是比较多受到关注的地方，所以选择到台北犯案。嫌犯在过程中各变装险诈集。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发文指出，警方已经在下晡2点30分左右抓到嫌犯，佮带回去。市府团队警戒各干部加强各车站巡逻，确保旅客安全。在案发现场，仙岛市站查甫便所外口有封锁线，现场也有臭灰大味。就是会觉得说这样很可怕，就是可能会比较少搭捷运吧。如果之后都很多这种事的话，就是那种人为的那种。稍微有点粉末，或是对，很像对，焦味，对，会稍微觉得，因为之前中山的事件，对，然后也会自己会比较提高警觉。最近北捷状况比较除了放火案以外，台北捷运中山站今日透早也发生有10人提刀坐车，引起民众惊吓，互警方照社会案，hand请地方法院裁定。特别过年人较济，大众运输系统的维安也受到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三个前后小受寒流影响，愈暗会愈寒。中央气象署表示讲，到家明仔透早，北部到宜兰上寒干那5度至10度。也明仔日是开始，这个寒流会减弱，气温才大大回升。不过真紧哦，拜3到拜4透早会阁有锋面通过来影响台湾。寒流发挥，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车北中昼11点半，山区气温降到0度。太平山中翠峰湖这所在出现美色，也可能看到树外景象，吸不少游客翕相观赏。不但游客来这看无色，连台北阳明山同款无落雪。这里是阳明山的二子坪，因为寒流来袭，现场当地气温不到3度左右，不过停车场还是停满了车辆。有部分民众坦言，他们是为了追雪而来，但是没有看到雪，觉得有点可惜。天气冷气机，不少人穿高袖啊、挂手笼，专心保安，都是希望能等落雪。无奈气温无够低，水气也无达到标准，让大家感觉真败兴。本来有人说。这里已经有雪了，然后我们就从另外一边赶到这里来，来了2个多小时，然后结果没有看到雪，就等了。那边是完全就是很亮，然后没有水汽，才刚到这，再等一下。中央气象署表示，这摆寒流影响的时间为拜1季节到拜1透早，全台拢真寒。北部宜兰上低温可能可能5度到10度，要到拜2之时开始，寒流减弱，气温才大大回转来。到拜3、拜4，各有锋面影响台湾。周3到周4清晨又会影响锋面通过，然后后面有这个大陆冷气团或者是东北季风的这个冷空气会南下。那一直会到星期4的清晨为止。那星期4白天很快的这一波的系统就通过了，然后
这个东北季风或大陆冷气团会减弱，温度就会开始回温。气象署表示，礼拜五开始，佫会开始回温。过年天气状况，目前看到冷空气的信号，暗过会加做热寒，因为还有一段时间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造畅水南海群号持续7次潜水潜航已经完成4摆，也大准伫今日公开影片。但是关键7次的画面，也专家就分析讲哦，影片当中海群号冲落去海底，这是一点光线都无，深度应该是已经超过预定的50公尺。头一只国造舰南海群号总共完成4摆潜水畅航。大准头一摆公开记录影片，以空翕也个伫舰内内底翕到的船只方向控制，拍开排气开关门，冲落去到浮起来回港完整过程。甲进行舱望镜甲天线准卫星港这7次，更加公开发射左引游标画面。其实这游标也是由中科院家己研发的。游标可以说是潜舰的护身符哦，它的原理是利用这个声音来引诱来袭的鱼雷哦，打击错误的这个诱饵。当时是欧洲的国家哦，就是拒绝出售，中科院就本着国防自主精神所研发成功。从它的水下镜头可以看得出来哦，应该潜深到达50公尺或更深。专家分析影片内底海群号冲到日头无度通过海中，深度应该已经超过5.50公尺。也总统赖清德发文指出，虽然依照程序由浅到深，伫安全甲品质前提下完成全览性能验证，稳健推进后续高览的目标，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守护家园的决心。潜水潜航跟深水潜航测试，我们当然都会有排一些测试科目，测试的次数要看科目进行的状况，会有所调整，不会只有少数这样这个几次而已，因为这个后面深度越来越深啊，花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嘛。看一海群号海试的时间，对2025年6月17展开头一摆海上动态综合测试，后续半个月内也进行2摆普航。不过7月上旬检证了后，却是过147天，伫11月27、28就再度出海普航，一直到今年1月26，大船进海的主动证实，正进行潜水的畅航前置作业，并且伫2到30甲2月初5、初6实施。大船说明，畅航的测试正按照程序一步一步伫进行。准高览的期程有预定伫今年6月。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当咧规划要搁为台湾一批武器，也加上进前的海南国产的，算起来差不多是1.25条。这个数字也就是即马调亚咧对价国防特别预算的钱啊。也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命令宣告讲，刷落来美国卖武器唔是先来先退，改做讲是先卖互国防预算悬的，有关键战略地位的朋友，也敢会影响咱台湾，引起关注。守护国家，咱来支持国防特别预算，大家讲对唔对？前一天到南道县军公里参香，向乡亲呼吁，这是总统赖清德1礼拜来第5摆对国防特别预算来讲话。也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正规划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金额有200亿美金，大约代表6300亿，包含一个赢规模的精灵爱国者3型飞弹，并且引进新型雷达，要美军现要上先进的整合防空加飞弹作战指挥系统 IBCS， 那加上美方已经公告3500亿军事购买，加国产装备3000多亿，合计就是大约1.25兆。听讲中方对军售案真关心，更加甲美国讲，可能造成川普4月访问中国行程有变化。不过，伫国内在野党对军事购备预算也未让步。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美方的朋友觉得很紧急，如果赖总统真的觉得兹事体大，那么他就应该放下他的偏执。我们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个民主审议的程序。那把所有的项目摊在阳光下，让台湾的人民知道。当时美国对外军售规则出现重大的变动，川普初六签署行政命令，宣告美国军售不过再采取先到新的模式，改做优先强化予国防预算投入较悬，而且伫区域内底有这重要战略地位的盟友，各界关心是不是影响台湾。这个顺位其实主要是川普希望把一些
关于军售或者是更多关于军售的一些权利放回去他自己手中。当然的话，就是在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增长的幅度会不会或者是否通过，自然有可能会变成是美国作为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法。学者认为，川普新定强调战略优先加预算独立，对台湾是好歹拢有，是不是法度互美方感受到咱方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也真侪决定性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这位航空一架韩国济州飞桃园的航班，今日下晡降落桃园机场的时，这个飞行机的列那刷入去，即马航班的旅客是已经平安落飞行机，也桃园机场北跑道即马是暂时关起来进行安全检查。有旅客翕到讲，飞行机当要降落桃园机场，结果这个飞行机的列那刷入去，伫跑道练来练去，也后小日本航空的班机，那像讲是得着碎片，为了安全哦，今马桃园机场北跑道是暂时关起来，全面检查。也新北新增新北大道5江路口咧淹水，奈安尼？原来是新北市府咧做天桥，要跨新北大道刷到水管挖好破，水又是规个淹出来，交通乱糟糟。也市长侯友宜表示讲，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抢修，伫明仔载上班进前完成修复。这路面大量自来水外泄，这车道受影响。新北大道5江路口大塞车，今日靠近丰台速道，原来遮出现大量积水，是因为新北阳光处进行跨新北大道的人行天桥工程，无适时弄破水管，自来水外泄，交通才大乱。园区施工的时候，路型有微调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我们基桩施作的时候，把这个自来水管打中？好，那这部分后续目前自来水公司会安排开挖，那到时候我们会再跟水公司这边做一个厘清。自来水公司派人到场关水管，防止积水面积扩大。因为这个水管最后供应新北产业园区使用，水公司马上向园区通报这个代志。我们会尽量来进行供水调配啦。那可能晚上尖峰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施工期间的话，可能会造成送往这个泰山五股的水量不足。新北市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指挥抢救。市长侯友宜了后也到场巡视。水车协力在备车，以及在整个供应水的水站，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预计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天早上能够顺利抢修完成。因为要抢修，可能会影响附近泰山五股等地居民用水，水公司会适度调节管控。侯友宜希望明仔载上班进前，相关单位会完成抢修，避免上班尖峰时间交通大乱造成更较大的频繁。记者综合报道。电影《世纪黑暗》对林甲黑暗落去改编，剧组煞无甲受害家属林义雄联络。无经过人同意，就讲拍做电影，引起批评。主演是霍实力，也当中演员可说分是合约剧组，若无摕到相关人士的授权，停止《世纪黑暗》的制作，停止放送。发生在1980年代镇压社会临体血汗案发地点已经正做技工教会，不过最近一部用临体血汗为本拍电影《世纪血汗》，因为剧组承认无甲林义雄等人联络到拍电影，互人批评认为剧组做法不适当，引起真大风波。如果是其他好莱坞来讲的话，就拍摄这种悲剧的话，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包含就是完全没有带有这种惊异的角度，其实是完全不合适的。主演之一的演员杨小丽伫社群平台登文表示，若伫拍电影进程就清楚无摕到当事人同意，会直接拒绝演出。演林义雄的查甫并且夏定宏也声明会实的个表态，未来袂阁参加这电影的任何活动。靠世芬也伫册别发文向林义雄一个伙会实的个看声剧组，无摕到相关人士授权进前，停止后续的制作甲传播。捌做过林义雄必须的干费天酬金，证实剧组无联络林义雄，也无得到同意。林先生他的家人什么都不知道，问题是他说他是根据林家发生的真实事情去拍摄电影，至少应该访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到底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道德上面还有很多地方，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寻求当事人或是家属的授权。那毕竟像这样子的重大的案子，对于生还者来讲，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伤痛。
调整认为，虽然体会案已经加做公众领域的社会事件，不过道德上爱较严格，这是基本的尊重。这个进行记者敲电话后，感谢郭博成不接电话，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众议院今日大选，日本首相搁市早苗是用伊的职位落去搏，也民调就预测讲执政联盟有机会摕超过300席，伫465席的国会当中做绝对稳定的多数。不过，今日日本的一个所在是落大势，投票率受影响也多，可能会影响到选情。日本第51届众议院大选，当地时间7日早起7点开始，全国44600个投票所做伙来进行投票作业。不过，日本7日是落大风势，唔那影响投票率。部分的所在为着确保选民甲工作人员的安全，被迫调整投票时段。有一寡所在延后开始的时间，有一寡是提早结束，所以在市就民众伫风势中来投票。なんか投票所が閉まってるとか、なんか少し時間が短くなるとかいろいろあるって聞いてるので、そのあたりなんでしょうね、もうちょっと平等に投票できるような状況を設定できるような形になると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ね。即摆日本众议院选出465席，包含小选区289席，也有比例代表176席。有真悬的人气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任伫全日本受到真大支持。为了扩大支持的基础，高市今年1月下旬宣布解散国会提前大选。解散进程，自民党加执政的伙伴日本卫生会总共是232席，差一席就超过一半。日本媒体有估，由自民党加日本卫生会组成的执政联盟，有希望超过300席，甚至是310席。也不过高市人气是否度转化成做实际选票，也等待验证。这摆选前主要议题包含因应物价大起的对策，也有是毋是调降消费税，以及安全保障政策等。未少选民愿意和这个日本第一位女首相证明伊能力的機會。今までの人とは違う何かをし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期待があります。日本で初めての女性の総理がどのような実績を残していくのか、それにやっぱりちょっとでも男性ですけれども手助けでき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って、投票しました。尽管日本总部省统计到7日早时11点，全国投票率只有7.17%，不过日本1亿300万全体选民内底，已经有2079万人提前投票，相当选民的20%，比前一摆大选增加26.6%。投票伫台湾时间暗时7点结束，开票作业随来进行。有加车到天马馆决赛大致上掌握整体选举结果情形。另外，亚洲的泰国也伫7日举行众议院选举，大约5300万名的合格选民要选出众议院500个席次，并且斗阵来进行修宪案的公投，决定泰国政治的走向。各地投票所在时就真侪人来投票，投票率可望接近2023年大选超过75%的水准。国际新闻郑元庆编译。总统早嘉义中部一个查甫人以啉酒食毒也搁赛车，伫咧台18线公路弄着乌多摆，造成一个人死亡。也后壁呢有一台乌多摆未负反应，弄落来受伤。这个查甫人全落跑，毋过也是去互警察抓着送法办。检方精神后认为讲，这个查甫人也搁会逃走，是向法院声押核准。监视器翕到机车徛伫大路，不过后壁车无减速，直接甲弄落去。随来，佫看到另外一台机车未火闪，造成这个第2摆事故。哪边有骨折，哪边有伤口，问一下流血你再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四肢哪边有疼痛。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赶紧将2名伤者送病院。不过78岁骑车这人倒涂骹了后，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院也是伤势相当，不治死亡。意外发生伫初7透早4点外，26岁姓黄的查甫人赛车经过嘉义中部乡第18线，去弄到78岁姓吴的老大人是逃走。3个68岁骑车这姓何的查甫人未火闪，弄到了后倒伫涂骹受伤。警方尾也将姓黄的查甫人抓到，发现伊啉酒甲食毒赛车。同日11时30分，查获黄姓造逃犯嫌，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现2级毒品阳性反应，另经酒测超过标准值。检方询问了后，认为姓的查甫人涉嫌啉酒甲食毒赛车，造成人死亡，甲造成事故逃走，而且要走路，向法院申请归押核准。另外，伫台中西北第4区的陆军街也发生汽车弄入去徛街事故，加在是无人受伤。造成事故的汽车司机甲警方讲，是因为精神无好造成事故。不过，警方注射了后发现超过标准。
因未满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涉嫌酒后驾车公共危险罪，已依法逮捕侦办。饮酒赛车防治团体讲，饮酒赛车人内底有4成，1日赛犯，其中7成有食调的问题。这种事件一日发生，应该注重食调问题治疗。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来，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出现，你不晓得他会出现在哪里。针对累犯，你不把他当作病人的话，你只有处罚他，对他来讲效果有限。我的酒瘾的问题，还是让我喝了酒之后，我还是喝了再上。高秀珍讲，除了酒食调的爱治疗。马甲这个处罚范围扩大到卖酒方面甲车辆的提供者，加大这个防治甲处罚的力量，才有法度看到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桃园航空城安置主体已经有85%交出，不过伫咧安置土地住户家己起厝这部分哦，中间的时间政府是按到今年6月底，所以讲一个请无工人，牵着工程进度，也厝起好势，使用接照咧法嘛是蛮好，住户的烦恼啊，讲这个免领补助，恐惊看有食无。甲95%验收合格，85%交厝完成的安置主体来比较，伫安置的区域，民众家己起的主体也伫咧管制。这个核发见到接照1433张，申报开工1369件，完成2楼楼板勘验的只有872件。民航局已经甲这个中介协助金1平3万，1户上悬300万，申请时间展延到6月底，要互这个安置户来安心。大家会担心说15%的补助会拿不到是吗？对，重建的那个量能非常大，大家都一起在盖，所以说有找不到工人的问题，所以说会耽误到整个工程的进度。除了中间协助金，安置户讲，安置的区域资金的部分，严格来讲，政府所定的中间时间，是伫去年2月点交土地开始算，到今年的6月底，才短短1年4个月时间。佮加上使用接照核发办烦恼领事建无补偿费15%的配合加速开发奖励金，是看得到吃袂到。将委托工会协助我们看现场，同仁的心力将会全部精进于书面的作业，所以我们有信心1500张虽然量是一个挑战性，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补偿费的核发。对着安置区域的民众烦恼讲，这使用接照核发的影响补偿费，建管处讲已经甲建筑师工会达成更加精进的做法，也呼吁民众爱来监督因造厂，对于工程的进度爱达到完工的标准。另外，地政局也讲，到时阵会依照这个实际情况，再做相关的检查。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指控讲哦，垦丁牧场附近围网啊是围差不多500公尺长，卡着裸角。这个回路是去互网啊定价无名，也垦管处回应讲，这几档是已经有换做较袂伤害动物的网啊，会来全面清查。互网啊围条咧，细只每回路变卖力量哀叫，抑个公路落角，互网啊定价暗。有被拍到的一定是极少的部分嘛，当然不恰当啊，而且是非常的不人道啊。那个是这样子慢慢被凌迟死掉的耶。民众控诉这网仔有数千公尺，已经在当地设10几年，长久以来对动物造成伤害。垦管处表示，这网仔早年是为防止农作物被破坏作为防护，这几年已经改较无伤害动物的铁网仔。往年林试所、垦丁牧场等单位为了防止梅花鹿啃食高位珊瑚礁、珍稀植物的幼苗、牧草等农作物所设置的。学者指出，让网仔做农业危害防治是过去常常用的方法，时间应该有10几年。三项问题是会颠倒真济野生动物。季节性的架设电围篱，因为它架设比较简单，然后也比较便宜。那它比较大的困扰是它的耐候性比较差，要做1年4季的防治的话是比较不理想。垦管处表示，特别下晡派人去民众讲的垦丁牧场宿舍后边，确实发现几啊个年代真久的违回路的遗体，不过澄清数量不是民众所讲的20多个。生铁部分的网仔，佮通知土地管制单位，垦丁特产所巡查所设的网仔，佮要求改造铁网仔。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8度至18度，
中部地区8度至21度，南部地区8度至22度，南部这边12度至20度，外岛地区6度至1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明天再讲这时间再会。